抗炎呢件事關乎我哋每一個人後半生嘅生活質素，關乎大家能唔能夠舒舒服服、冇病冇痛但度過晚年。最近呢1-2年，你有冇成日覺得自己老咗？唔係話頭髮白咗或者面上長皺紋，而係指身體入邊嗰種講唔清道唔明嘅唔聚財。譬如話朝早鬧鐘響咗，你想起身，結果發現身體沉到好似灌咗鉛彈，手指頭有啲發脹，揸拳頭都費勁，要坐喺床邊喐下好幾分鐘先至可以落地下行路。譬如話明明冇做咩重體力勞動，就係去街市買咗個菜或者接送咗下孫仔，翻嚟就覺得到唔行，嗰種走係透支嘅，瞓一覺都緩唔過嚟。再或者身上總係呢度痛嗰度痕，今日膊頭酸，聽日後背痛，去醫院檢查，影咗片，抽咗血，醫生都講唔出個所以然，可能就開啲止痛藥俾你，話你年紀大咗，退行性病變，忍下啦。如果剛才講嘅呢啲情況，大家中咗一條甚至好幾條擔，請你務必警惕起身，因為呢個可能根本唔係咩自然衰老，而係身體內部正喺度發生慢性發炎。好多朋友一聽到發炎，第一反應就係趕快去藥房買啲消炎藥啦，阿莫西林、頭孢之類。呢個係一個巨大嘅誤區，大家平時食嘅抗生素嗰啲係殺細菌嘅，對呢種慢性無菌嘅炎症唔單止一點用都冇，反而會破壞你嘅腸道菌群，令炎症更嚴重。但點算好呢？大自然為我哋準備咗8大抗炎食物嚟對抗慢性發炎。第一種抗炎食物係薑黃，薑黃入邊含有一種超級犀利嘅成分叫薑黃素。人體入邊有一個控制發炎嘅總開關，而薑黃素就係嗰個可以將開關關埋嘅手。長期服用薑黃素嘅效果，甚至可以同布洛芬呢啲止痛藥打個平手。關鍵係佢唔傷胃。但係朋友們，呢度有個巨大嘅坑，如果只係去超市買啲薑黃粉翻嚟攞水沖嚟飲，或者炒菜隨便灑啲啖，基本冇用，因為薑黃素好難被腸胃吸收。要令薑黃生效，大家必須記住2個黃金拍檔：黑胡椒同油脂。黑胡椒入邊嘅胡椒鹼可以令薑黃素嘅吸收率瞬間提升2000%，而油脂係因為薑黃素係脂溶性嘅。所以呢，我教大家一個抗炎飲品薑黃拿鐵。搵個小煲倒入去1杯牛奶或者豆漿，加入1小茶匙薑黃粉，灑入去1小撮研磨黑胡椒粉，再加1小茶匙椰子油或者橄欖油，細火煮熱，唔使煮滾，攪勻咗飲。如果覺得味道怪，可以加少少蜂蜜調味。每晚飲1杯，暖胃助眠，仲可以趁住瞓覺修復身體嘅炎症，堅持1個月。你睇下朝早起身手指頭仲僵唔僵？第2種抗炎食物係綠茶，喺所有茶類入邊，綠茶嘅抗炎能力係當之無愧嘅冠軍，因為佢係不發酵茶，最大程度但保留咗一種叫兒茶素嘅嘢。但係飲綠茶亦都有講究，飲唔啱救命茶就變咗傷胃茶。大家飲茶一般會有3個誤區，一定要改咗佢。第一係飲燙茶，超過65度嘅水會燙傷食道黏膜，長期落去係食道癌嘅誘因，而且高溫會破壞兒茶素，最佳水溫係80度左右。第二係空腹飲，容易醉茶、心慌手震、胃唔舒服，請喺飯後1小時飲。第三係瞓前飲綠茶，有咖啡因，下晝4點之後盡量唔好飲。如果實在唔愛飲茶，可以試下將綠茶粉拌喺乳酪入面食，或者整饅頭嘅時候加啲綠茶粉。第3種抗炎食物係深海魚，佢係煙菜入面嘅抗炎之王。如果想保護心臟，想腦筋好使，想令到血管軟翻落嚟，呢個必須要食。而家大家嘅飲食結構有個大問題，炒菜油放太多，紅肉食太多，導致促鹽嘅 Omega-6嚴重超標，而滅火嘅 Omega-3嚴重不足。食深海魚就係為咗將呢個失衡嘅搖搖板壓翻嚟。好多朋友覺得三文魚太貴，其實唔單止係三文魚，有啲平嘅小魚抗炎效果一啲都唔差，甚至更好。例如青魚、沙丁魚、秋刀魚，呢啲魚油脂豐富，而且因為體型細、活得短，體內嘅重金屬積累反而比大魚少。點樣整先至抗炎效果好呢？正確做法係清蒸、焗爐紙鮑魚或者整魚湯。唔食海鮮嘅朋友可以選擇食亞麻籽油或者紫蘇油涼拌菜，或者每日食2-3個核桃，再或者食奇亞籽浸水飲。
第四種抗炎食物係藍莓，佢係抗氧化之王。佢嘅秘密武器係花青素，呢個係自然界最強嘅抗氧化劑之一。佢可以穿過大腦嘅屏障，直接進入我哋嘅腦入邊。老年人最怕痴呆、腦霧、記性唔好，呢啲其實都係大腦神經發炎嘅表現。花青素入到去之後，就好似幫大腦嚟咗個大掃除，清除嗰啲損傷神經嘅氧化垃圾。除咗藍莓，凡係紫黑色嘅生果蔬菜，例如桑葿、黑枸杞、紫甘藍、紫薯，都富含花青素。買唔到新鮮藍莓都冇關係，買急凍藍莓，營養往往比貨架上面擺咗幾日嘅新鮮藍莓仲要高，而且仲平啲。建議大家早餐嘅時候捉一把洗乾淨嘅藍莓，掉入去你嘅燕麥粥入邊，或者搬喺乳酪入邊。第五種抗炎食物係大蒜。佢被稱為地入邊生出嚟嘅青霉素，最主要係蒜素。現代研究發現，蒜素唔單止殺菌，仲可以抑制體內嘅發炎酶，幫大家降血壓、軟化血管。但係90%嘅人都將成粒蒜掉入鑊入邊爆香，或者係切咗直接落鑊。錯咗，蒜素喺大蒜完整嘅時候咧係唔存在嘅。只有當大蒜細胞被破壞，亦即係大蒜被切碎、搗爛，並且接觸空氣10到15分鐘之後，先至會轉化成蒜素。所以食大蒜嘅秘訣係先拍碎、切碎，放喺嗰度10幾分鐘，然後先落鑊。雖然生食效果最好，但係如果胃唔好，可以將搗好嘅蒜泥喺出鑊前灑入去，利用菜嘅餘溫燙一下，既少咗辣味，又保留咗大部分抗炎效果。第六種抗炎食物係特級初榨橄欖油。如果廚房入邊而家只有一大桶大豆油或者自己榨嘅花生油，趕快去超市買一支特級初榨橄欖油。地中海嗰邊嘅人日日食肉仲可以長壽，橄欖油立咗大功。如果你飲一啖高質量嘅橄欖油，吞落去嗰陣，喉嚨深處會有辛辣刺痛嘅感覺，甚至想咳。唔使驚，呢個係好油。每日食啲橄欖油就相當於俾身體食咗一劑天然冇副作用嘅微量消炎藥。大家買油嘅時候，樽上面必須寫住特級初榨。正常嘅煎炒煮炸，橄欖油完全可以勝任。當然最推薦嘅食法仲係涼拌或者菜炒好咗淋喺上面。第七種抗炎食物係牛油果同堅果，佢哋都富含健康嘅油脂。牛油果雖然食落去流流地，但嗰啲全屬單不飽和脂肪酸，仲有豐富嘅維他命 E， 係細胞膜嘅保鏢。有研究發現，牛油果竟然可以抵消一部分漢堡包帶嚟嘅炎症反應。堅果例如杏仁啊、核桃啊、腰果，富含鎂啊、纖維同抗氧化劑。成日食堅果嘅人，體內嘅炎症指標通常比較低，但係千祈唔好食多咗，呢兩樣嘢熱量係真係高。牛油果一日食半個就夠啦。堅果一日食一小把。第八種抗炎食物係深綠色蔬菜，例如菠菜、西蘭花、芥蘭、油菜、羽衣甘藍、番薯葉。顏色越深，營養越好。嗰啲深綠色嘅葉入邊藏住維他命 K、維他命 C、葉酸，仲有大量嘅鎂。買呢種礦物質被稱為放鬆礦物質。好多老年朋友成日腳抽筋、瞓唔好、心情煩躁，其實都係缺鎂。鎂充足咗，身體嘅緊張狀態就緩解咗，炎症亦都隨之消退。建議大家每日食1斤蔬菜，每餐飯都要見綠。無論你今年係50歲、60歲定係80歲，身體都有強大嘅治癒能力。只要我哋俾佢提供正確嘅原料，嗰啲富含抗炎能量嘅食物，身體就會回報翻俾我哋一個驚喜。藥食同源，好嘅醫生其實就係你自己。最好嘅藥房就係你嘅廚房。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大家揾翻身體嘅平衡，將健康掌握喺自己手入面。